探电灯啊，绕这一个煞，虽然袂等路转去因厝，约瑟甲玛利亚参证人做阵转去，拍算耶稣伫当徛的人的中间，听一日的路站，则在耶稣无伫咧，约瑟甲玛利亚就大惊，伫众人的中间找过来找过去，因为东坡也甲因相搭找，总是找无。约瑟甲玛利亚不一摆转去到这个城内，也是找无。嘿，检查啊，伫圣殿里，当位一个看，则在耶稣伫殿内甲几若个白喙手的老先生要讲话。玛利亚讲：囝啊，你啥事？互爸甲母烦恼找遮久。耶稣应讲：阿母阿母，我伫天父厝，爸做伊的事。迄时耶稣就甲伊的爸母做阵倒去厝里，伫厝里前头有孝伊的爸母，